我非常之希望咧，今日呢一個情緒健康先鋒嘅課程咧，尤其是係第一次係國際性嘅，同史丹福大學一齊合作。咁今日現場咧，我亦都見到有好多香港嘅唔同嘅機構，包括有企業，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非政府嘅一個團體咧，其實都有派人嚟到參與，甚至到話佢哋自己嘅領導層咧，有啲都喺度參加咗先，然後咧跟住咧下一步咧就會派多啲佢哋組織嘅其他嘅同事嚟到參與，咁所以變咗咧，我哋希望好快咁樣將呢一個我哋情緒健康先鋒呢個計劃係推出去，讓更多嘅先鋒喺社會上邊喺唔同嘅範疇裏面咧，幫我哋做守門人，幫我哋咧係去增強社會裏面整體嘅情緒健康，同埋咧係識別一啲需要幫助嘅人咧，作適當嘅轉介。It's okay not to be okay. You're not alone. 有問題只要你舉手，辦法總比困難多。再嚟一次，情緒健康先鋒 ，It's okay not